大家好啊，又有盧法康咧同大家講八卦象數療法啦。咁今次呢個號碼咧就係有朋友問我啊，佢提問咧就係話佢好多時咧覺得自己成身冤痛，好似咧初起感冒啊，或者有時攰得滯，佢都會有咁嘅情況。因為佢好多時咧就會覺得係易作感冒啊，或者係好似初起發燒，但係食咗藥之後發燒咧，佢就有呢個全身冤痛2-3日都係咁樣樣。咁有見及此咧，我就俾呢個號碼幫助佢減輕全身冤痛。如果佢有呢個全身冤痛啊，或者係筋骨痛啊，或者係有初起病徵，呢個號碼咧都可以幫到佢喎。咁幫助減輕全身冤痛嘅號碼咧就係650-30-820。我重複650-30-820。呢組號碼咧早午晚分別念上15分鐘，一日加喺裏邊咧最好能夠念1個半小時。點解呢個號碼又要多啲呢？咁因為咧你嘅全身冤痛嘅範圍大啦，咁啊所以念嘅時間要耐一啲，咁個效果咧就會更加明顯。咁記得安坐舒適，盡量靜心咁樣去念。念嘅時候手機校靜音，關掉電視聲響，咁盡可能自己靜心專注咁樣念。記得八卦象數療法咧就係越靜心念得越耐越有效，係講求累積嘅。咁所以如果你念八卦象數療法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念多少少，就會更加有效啦。咁有其他嘅方法可以輔助嘅喎，例如就係貼啦。咁貼嘅方法咧就係可以將膠布，大嘅膠布啊，我哋可以喺網上邊都可以買到嘅，有唔同嘅尺寸嘅膠布喺網上邊咧都可以買到嘅喎。咁將呢個號碼咧就寫上去面頭，搣開咗之後就將佢寫喺面頭。記得如果你貼喺枕頭嗰度咧，就要寫喺面頭。咁你寫咗大隻字寫咗喺呢個大嘅膠布之後咧，咁啊跟住咧就可以貼喺個枕頭嗰度。咁就將個枕頭拎走個枕頭袋，跟住寫上象數療法號碼，貼咗喺枕頭嗰度，再套翻個枕頭袋，每晚就可以瞓到呢一個號碼啦。咁除咗貼喺枕頭之外咧，咁亦都可以貼喺頸椎位嘅喎。貼喺頸椎位就將號碼用柔性雙頭筆寫上黏貼嘅位置，咁跟住咧就貼上喺個頸椎嗰度，膊頭之間嘅頸椎位，明唔明白？呢個就係我嘅頸椎啦。將號碼寫喺裏邊，貼上頸椎位。咁每日記得只係可以貼6至8個鐘頭嘅咋？點解？因為如果超過6至8個鐘頭咧，有可能就會引起皮膚敏感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唔能夠貼好長時間嘅話，亦都可以貼喺枕頭嗰度嘅。咁記得，如果可以嘅話，就最好念啦，因為念八卦象數療法係最有效嘅。貼個方法咧就可以俾你做輔助，都係有效果，不過就慢少少。咁記得啦，如果大家有唔明白嘅話咧，都可以 PM 我提問嘅喎。咁啊好啦，大家咧就記得啦 ，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 啦。咁啊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下一次就再同大家講另外一個號碼。拜拜。